外交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中美洲议会通过决策，撤销台湾观察员的身份，改予中国去做。咱外交部除了是表达抗议，也伫今仔日正式退出中美洲的议会。或者是表示讲，这摆的事件是牵绊到规个中美洲，所以未来的效应要搁爱观察。中美洲议会伫咧当地时间8月2日早起强行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所提出的排我立中案件。咱外交部表达上严正的抗议，为了要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宣布自现主席开始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是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中美洲议会要到25年来正式结束。很明显是中国背后的唆使与主导。中国和尼加拉瓜都是恶名昭彰的集权国家。昨天中美洲议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在中美洲地区扩张的证明，不仅对台湾，更对全球的民主阵营都是袭击。早伫1999年，台湾就加入，将在中美洲议会开设外永久观察员。几多年来，甲各会员国家共同伫咧推动几多项双边甲区域的合作计划。伫即马被撤销资格，介绍中国全国人大取代。另外，立委批评这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手法之一，排除了民主的国会。然后结果接纳了一个不晓得什么叫做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橡皮图章来参与中美洲议会，我们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哈。这又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其中一件事情。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说这是中国的压迫，原来的邦交国我们没有去努力的琢磨，把重心都往欧洲国家去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产生不平，中国大陆可能就可以趁虚而入啦。中美洲议会伫咧2月发布声明讲，已经批准中国将做该机构的常驻观察员。学者分析，台湾被迫退出中美洲议会，甲1972年退出联合国的情形正共款。表面上当然是跟尼加拉瓜的立场有关，但后面可能也隐隐约约牵动两岸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角力战，所以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在中美洲整体的一个外交的布局。学者讲，这件事件牵动到中美洲统合体，未来是毋是有骨牌效应，也该观察。咱友邦瓜地马拉也是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家，瓜地马拉的大选结果已经出来，由注定维持甲台湾邦交，同时寻求甲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压力网络当选。外交部表示，台湾的关系密切良好，有信心伫咧机会基础上继续合作交流。记者综合报道。